呢度就係10年前千燈湖買得最閪好嘅樓盤，金域中央。俗話講，落難嘅鳳凰仲慘過雞，但係論到保值方面，我願稱佢為雞中之白。咁即係咩啊？即係都係雞嗱，就係呢一度。廢一環同海八路嘅環繞，彷彿每日置身於紐北賽道之中。排氣同發動機嘅咆哮聲，令業主激情四射。好似呢種高入住率嘅超高層，令到業主每次高峰期翻屋企都會有一種春運嘅感覺。呢度係佢嘅商業街、小區、大堂、電梯、門口。89方3房可以大主套，10年前算係一個王炸產品。兩個衞生間嘅設計，令到大家屙屎都可以盡情發揮，唔需要互相遷就。4個方嘅廚房，發揮唔到你老婆全部嘅廚藝，又俾你個閪佬揾到個藉口點外賣啦。如果你係都要我講佢缺點嘅話，因為佢冇生活陽台，洗衣機只可以擺呢度。呢個戶型真係令到我好閪興奮，因為佢有2個座廁。呢個戶型算係王炸嘅原因，最主要係廳唔細嘅情況下，房都仲可以放到米半床，加埋衣櫃。如果我當年喺夏天買衣櫃，我而家就唔使做地產啦。14方嘅主人房仲留埋衣櫃位俾你，連我啲咁閪奄尖嘅人都好難去吐槽佢。呢度係廣佛嘅第一站，當初因為食咗2家茶禮而成為咗項目嘅銷冠。160萬嘅總價，亦都係呢個板塊門檻最低嘅項目啦。樓下嘅商業街已經成熟啦，可惜嘅係佢呢度唔會規劃地鐵，咁就啱晒啲佛山人啦。閪神，唔記得呢度冇佛山人添。